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Kenny， 今日咧就帶大家嚟到觀塘核心區睇一個銀座式嘅商業大廈。今日帶大家睇嘅唔係一座普通嘅商廈，而係近年東九龍最具話題性嘅全新商業地標 East Hub。項目係位於觀塘鴻圖道2號。隨住啟德嘅發展成熟，東九龍已經由傳統嘅工業區，而家演變成香港嘅第2個核心商業區。而 East Hub 咧，正正就係位於呢個核心啦，附近已經匯聚多間嘅國際企業，包括金融啦、保險、跨國機構，形成成熟嘅商業生態，為企業帶來源源不絕嘅人流同埋商機。不過 East Hub 嘅價值並唔止於商業，而建築設計方面 ，East Hub 以流線型全玻璃幕牆打造，外形極具現代感。而真正吸引企業嘅方面係在於空間，項目係採用開闊無處嘅設計，提供高齡度嘅空間規劃，無論係企業總部、醫療中心、健身室、美容品牌，真正做到一個空間多種可能。地鋪及一樓係擁有5米以上嘅樓底，營造更開揚、更具氣勢嘅商業空間。而標準樓層有2600尺一層，高層更配備有4.7米嘅樓底，令空間感更進一步提升。除此之外，項目更具有特色天台戶型。East Hub 代表嘅唔係一個辦公地址，而係企業嘅形象、品牌嘅體驗同未來發展嘅全新平台。如果你而家係揾緊一個能夠結合地段嘅優勢、建築設計、商業潛力同品牌價值嘅商業物業， East Hub 絕對值得你親身到場了解。我係 Kenny， 有咩樓盤資訊想知多啲，歡迎隨時揾我，聯絡電話就喺下邊。